来看这条新闻是好气也好笑，若准收到罚单，敢是怪我目睭看唔到。来看这个家己火车头到这喷水圆圈的人行道地砖，这花草白白的，就亲像乌多巴的停车机啊同款，所造成一寡民众停车了后所收到罚单。调皮伊代表指出讲，因为这伤过亲像这停车机啊，民众停了后收到罚单，拢感觉莫名其妙。我的认为是这个是停车格，所以我会停。一个一个用白色砖啊箍起来架啊，后要停机车的民众叫是停车架。家己市中山路因为铺面地砖的原因，已经有一寡民众就是因为这是停车架，尾啊煞收到罚单。都长得很像啊，可是它这个白线久了之后就会褪色掉啊，所以民众还是会误解，然后要把车子停到另外那边去啊，然后就会被开单。白色的线围起来的所在是正港的停车架，边仔用白色砖啊铺的架啊，只是设计的花草，唔是停车架。民众无傻傻，唔知影有啥物会收到罚单，就去向民意代表တင်情。因为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，会有引诱民众又钓鱼执法的疑虑在这边呐。已经跟交通单位来做一个协调。那交通单位的话，这部分后续会加强它的一个标线跟标示，然后还会进行一个宣导，让民众能够更加了解什么地方是可以停车的一个区域。为5月开始，车无让过路人的违规全国拢加强处理。根据家己市交通队统计，甲地砖当作停车架，违规停机车吃罚单，5月份到打计共罚30万件。不过，民意代表认为，这种违规是设计上的问题，相关单位也未改善进程，应该要加强宣导，才袂造成民众无必要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